你曾否有過咁嘅感覺？生活一切照舊，看似風平浪靜，但心底深處總有種莫名的空虛。最可怕嘅失敗，往往唔係外面強大嘅敵人，而係一份你從未察覺卻悄然發生嘅改變。一份關乎你最核心信仰嘅失去。士師記16章20節記載咗一句令人深思嘅話：他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。呢句說話就好似警鐘，提醒我哋神嘅同在唔係必然，我哋需要用心去維繫、去珍惜，透過每一日生活感受同回應他嘅愛。當我哋忽略咗呢份聯繫，就好容易迷失方向。願我哋時刻反思，我哋嘅生命有冇感受到神嘅同在？有冇真正聆聽他嘅聲音，跟隨他嘅引導？只要我哋願意打開心扉，透過愛與感恩再次聯繫，你會發現他嘅愛從未改變，依然喺度等緊我哋歸家。神嘅慈愛永不離棄愛他嘅人。